主后2023年10月初10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无搁再脚踏双船。圣经咱做伙来听读，哥林多后书第6章14节到第7章第4节。毋通甲迷信的人牵连交叉，公义甲不法有甚物关联？光明甲黑暗哪会当交往？基督甲魔鬼哪会当和合？信甲无信的人有甚物关系？上帝殿甲偶像哪会当排做伙？因为咱是永活上帝的殿。照上帝所讲，我要甲我的子民做伙徛起，伫因中间往来，我要做因的上帝，因要做我的子民。所以主讲，恁着对因中间出去，甲因分离。无清气的毋通接触，安尼我就接纳恁。我要做恁的爸，恁要做我的囝、查某囝。全能的主有安尼讲。亲爱的朋友，既然咱得到这应允，咱着洁净家己，除去一切互身躯甲心灵拍拉散的事，用敬畏上帝，互生活完全圣化。恁着用宽大的心对待阮，阮毋捌欺亏人，毋捌害人对倒，毋捌骗人。我安尼讲，毋是要甲恁谴责。我以前捌讲，阮真疼恁，愿意甲恁同死同活。我真信任恁，不时用恁做夸口。我充满安慰，伫阮一切的患难中，我有满满的欢喜。无搁再脚踏双船。伫婚姻中，任何人拢无希望对方有脚踏双船的关系，信仰也是安尼。保罗提醒哥林多教会的信徒甲咱，既然受洗归入基督的名下，咱就是上帝的子民，伊就住踮咱中间。咱的身躯既然诚侪永生上帝的殿，就爱亲爱的朋友，既然咱得到这应允，咱着洁净家己，除去一切互身躯甲心灵拍拉散的事，敬畏上帝，互生活完全圣化。因为安尼，保罗提出一个条件，就是毋通甲迷信的人牵连交叉，拄亲像光甲暗，基督甲魔鬼势不两立相款。实际上，保罗安尼讲，并毋是爱基督徒甲迷信者对打起，袂当互相往来。牵连交叉，同打一下，是指甲无共类的精神套做伙，因为安尼做恐惊会影响工作。伫现实生活中，同打一下有做盟友还是亲密的关系。安尼会影响人的品行和人生的方向，所以旧约律法早就禁止使用牛甲驴同搭一下来耕作。伫遮，保罗禁止基督徒甲异教徒建立亲密的依恋关系，还是伙伴关系，免你随从对方去拜偶像。教会有一位姊妹带领因阿姊来聚会，因为因拢单身未婚，所以住做伙，通好伫生活上彼此照应。有一日，做小妹对我讲，因阿姊想要受洗归入基督。我后来问因阿姊是甚物原因，互伊决定要受洗。伊讲，来参与教会大约半年久，深刻感受到教会就亲像一个大家庭。因为伊无行入婚姻，所以毋免阁再继续背负延续血脉的包袱。传统的文化的观念是，未嫁将夫
出家将夫死将子。阿姊讲，伊决定对传统的兄妹关系分别出来，用信仰群体做全新的亲人关系。我问伊，为什么选伫即阵接受洗礼咧？伊简单搁诚恳讲，我拢已经参与教会生活半年咯，算算咧也差不多是爱受洗的时阵。伊虽然60岁才决定接受洗礼，毋过伊心内相信，家己必须伫基督的家庭甲具有的家族关系中做出选择。伊选择进入教会这个大家庭，因为伊伫教会看到囡仔一出世就照着洗礼和信仰告别受教会接纳，当有一日信徒别世，教会也为着伊举行告别式，送因转去天家。这竟毋是伫主内的大家庭。小妹的话，互我一个深刻提醒：所谓圣洁，就是互家己对具有的关系中分别出来，投入基督内面的生活，互家己的身躯成做永生上帝的殿，互无属伫伊的一切远离咱。愿咱多多成做伊的子民，互咱多多敬畏伊，伫信仰上无成做脚踏双船的人。日想，伫我的心中，是毋是也有一个角落是无属伫上帝？要安怎互家己独独属伫上帝呢？伫我的心中，是毋是也有一个角落是无属伫上帝呢？要安怎互家己独独属伫上帝呢？咱做伙来祈祷。亲爱的主，感谢你接纳我，互我成做你的儿女。伫即个世间，我无别个所求，只愿一生一世拢踮伫你的殿内，直到永远。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愿上帝赐予你身心灵拢勇健平安。